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喺跑步之中好常見嘅運動傷害，而佢個學名叫做卡徑束症候群，簡稱 ITBS。咁首先講一講咩係卡徑束啦。卡徑束係一條位於大腿外側結締組織，連接住髖部至到膝頭哥外側。而喺跑步、騎單車呢一啲需要大量使用下肢伸展同埋內收嘅活動之中，卡徑束好容易受到反覆摩擦，因而導致呢一條嘅結締組織發炎。咁呢個時候就可能導致卡徑束症候群嘅發生啦。咁首先我哋嚟睇一睇卡徑束症候群嘅主要成因啦。對於跑步初學者嚟講，過度訓練係最常見嘅誘因。好多人啱啱開始跑步嘅時候，會迅速增加呢個跑步距離同埋強度啦，尤其是會跑好多斜路，咁樣好容易會造成肌肉嘅疲勞同埋損傷。此外啦，跑步姿勢唔正確，足部過度內翻或者外翻，都會增加卡徑束嘅負擔。咁樣的話，卡徑束症候群通常有咩症狀呢？最明顯嘅症狀就係膝頭哥外側嘅疼痛，通常喺跑步或者上落樓梯嘅時候會感到加劇，而呢一種疼痛通常係以刺痛嘅方式去做表現，而有啲人呢就會感覺到膝頭哥周圍嘅腫脹或者繃緊，咁呢啲都表明咗卡徑束已經受到刺激或者已經發咗炎啦。